滿意。多謝晒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新位嘅全師傅，今日再嚟天水圍天富苑，同一位關注我好耐嘅粉絲安裝智能鎖。佢屋企用嘅係政府配嘅鋼閘，呢種鋼閘大多數智能鎖都裝唔到。佢同屋企人盼咗好耐，直到刷到我哋嘅片先揾到解決方案。鋼閘裝嘅係新位 D80，木門揀嘅係新位 X09，一套搞掂。好多朋友會問自己買鎖再找師傅安裝，好似大錯特錯。喺香港裝智能鎖，核心係安心、省心，呢先至係最抵錢嘅。網上買貨，銷售淨係負責買貨，你問可唔可以裝，佢都咁話可以，但到咗現場裝唔到，買錯款，只可以自己交學費，找新維就唔一樣。香港本地品牌，經驗足，售後快，唔使你費心價價，唔使擔心買錯風險，買完直接上門安裝，一步到位。想裝智能鎖唔踩行，揀新維就啱晒。滿意。多謝晒。很敬業。请关注我，全师傅带您了解更多智能家居资讯。